汉子报君请送方到我来。上八路营，适才探马来报，今有宋邦带领差郡之在此兴备狩猎，俺不免趁此机会将他国郡之掠抢过来，献于汉父宝，岂不是大功一件？这二郎的听候令下。
真想讲，你是霍城之子，哪家之何？我铁蹄定山旁伏龙，小将复不顶愧。哦，小爱卿疆场救驾，真乃大功一件。举之本前，再谈啊！你虽然救了国王，只是君之本那反则落去，这便如何是好？万岁但放宽心，待臣单锤匹马，搭救卷之还朝。好，你若救回君之，国王亲自寻婚，赐你回朝掌亲。多谢万岁，上马去吧。遵命。
扭断这家。他们是王家的
万岁同台设列，君之保驾前往，不想八国虎儿心地犯禁，万岁被困，君之被擒，还望千岁速速发兵救驾你才是啊！哎呀，老百姓啊！命你速到天不府，点起杨家将，去往同台救驾，不得延误，快去快去！是。你是杨延昭，你来得好。千岁，臣未到天北府，就搬来了杨罗啦。参见千岁。哎呀，陆将军啊！命你速回天不府，点起杨家将，去往同台救驾，不得延误，快去快去！我当为了何事？原来是教臣同台救驾呀！真的是。如今老王被困，君之被擒，你还笑什么啊？千岁请坐，容臣慢慢讲来。你快点讲来。容我走。臣奉父帅之命，回府问候穆安，先至同台，朕与虎儿马若琳与我之万岁交战，那则十分的骁勇，将万岁挑下马来，又将军之大日求成，那时微臣奋不顾身，披马单枪，杀退责兵，救了万岁，又接下求成，救了君之。如今万岁君之安然回朝了。哦，安然回朝了。安然回朝了。哎呀，陆将军见此起步，等万岁还朝，定当起步受赏。臣不为轻功受伤而来。为救何来？在两军阵前，君之讲了几句言语，微臣不敢，要在千岁台前请教。君之他将是什么啊？君之言道，老蚌言在先，先王坐周全，若要使成就，须得一状元。一状元，真是对是有选新科状元，速到南庭宫。遵旨。
想为什么？是啊，这先王做周全，叫本地莫周全什么啊？只要千岁知道的事情，便可以做得周全了。若要时辰就取得一状元。哦，一状元。有你在内呀。请问千岁，君之可曾招赘否？并不曾招赘呀。既不曾招赘，想必是。状元哥，我这一想你就明白了。哎呀呀，微臣不到糊涂了啊！状元公有所不知，只因老王在世之时，为预备终身，曾立誓一生。哦，千岁请讲。掌上明旨做衣衫，终身莫当登县官。状元妹妹君所知，却凭身权，日益也难。可有细节？怎地无有？天子所知，状元妹妹抱山为嫔，风华于非。状元为美。是啊，这个县城的美人，就是你的了啊！啊，千岁，想那君之的婚姻大事非同小可，必须万岁降旨，蒙朕方可为美。怎么着？本爷说话就不算数了吗？不是的，想那君之乃是先帝太皇之女，万岁来日掌上明旨，她的婚姻大事无有万岁之意，蒙朕是言敢为美呀。状元母，臣你的胆量怎么？可小了！哎呀呀，不得不叫先打。你
要提起，此番同台设立，偶遇作弊，险遭不测呀！儿臣罪大万死。皇儿是哪里话来？此番改获丞相，满朝文武，还要加官进哪去？儿臣难闻楚王，此番同台救驾，何人知懂？乃是一员英勇小将。乃是一员英勇小将，救愚昧的又是何人？也是这员英勇小将啊！也是这员英勇小将。阿叔啊，你可记得状元为之事？老王一命焉能忘怀？待公明日早朝，命新科状元吕蒙正状元为媒，将你愚昧的终身许配那酒家小将。不知皇儿意下如何？儿臣起诉书啊，状元现在宫外，何不宣他进宫，共同商议为终身大事？好好好，替公传旨，宣他进宫。立旨，万岁有旨，状元进宫。领旨。君之婚姻老皇帝，公正今日所为人。臣吕蒙臣见驾吾皇万岁，请假免礼，万万岁。自重。谢座，先爷千岁。坐下，坐下。吕蒙正，臣状元公。不敢吃上微臣。坐下，坐下。请家有所不知，今老王托付之事，言道君之的婚事必须天子作之，状元为媒。我想君之的婚事少不得状元公你为媒了叫你小将军少年，自本当从他天下闻你往哪里去呀？臣到天本府啊，到天本府做甚呐？奉了万岁的旨意，前去做媒呀。我将军之许配那酒家小将，与那杨家何干呐？阿叔啊，酒家小将是天不府的杨如郎啊。是啊，这杨延昭
家的小将。嘿嘿，姑就晓得你们是长官李大了。儿臣大问说话，救驾之臣是何人之子？哪家之后啊？乃是开国元勋丁沙王佛龙之子，名叫傅丁奎。错了，清清楚楚是天国府的杨禄了。是啊，明明白白是杨家将的杨延昭啊。说啊，你错了。好，东开大胆。
快快相国之意，叫你
道怎么问请微臣的来了啊？举之问的是呀，冯元公，臣请讲。臣启君之状元美之事，乃是万岁所知。周水的驯马是火臣之子，哪家之好？乃是丁山王福禄之子，名
大人，朕前九儿实现的可是真愿相将啊！叔王不是这员小将，乃是这员小将。皇儿，你记差了吧？叔王，朕前九儿的是杨延昭，而在宫中使的也是杨延昭。今日当殿人的还是杨延昭。哎，不，大人，九公持县的乃是傅丁奎，昨日在宫中讲的还是傅丁奎，今日在金殿相认的还是这个金瓜锤。臣妾万岁，我儿名叫傅丁奎，金瓜锤还是他的名门。不晓得他叫傅丁奎，都叫你们弄糊涂了。哎呀，故在同台未曾见过杨延昭啊！臣妾万岁，那日万岁与胡儿交战，不慎落马，臣正要救驾，见御林军赶到，微臣又追赶囚车去了，因此万岁不曾见出微臣。如此说来，那胡儿是你杀退的？是微臣杀退的。臣妾万岁，那胡儿的人马是我杀退的。哦，是你杀退的？是我杀退的，是我杀退的。是我杀退的。臣妾万岁，何不叫傅丁奎小将将同台救驾之事当前走来？傅丁奎，臣将同台救驾之事当殿走来。荣歌头。闻得万岁去心悲，我放心不下，紧跟随。男人妒忌，大爷着锤，心智同台，越翻的嘿。
须叫把若离。嘿嘿，我儿的婚姻去了一大把。受之大刀将军秦，万岁不成功名利，真是英强杀本领，追赶求得则领，大救兵去平安回安回。万岁万岁举兵行，海军之事微臣我就不会来父定会，你是怎样搭救于我？当殿走来。这一问呐，要把远行县救家的事儿要传他的女儿家爱体面，我说上几句奉承
这个美人呐，就好当了啊！抚养二家天成，万岁有旨，君主的政治宝山现在顺手，就张顺一位军马。我这个美人呐，是人善不人人，宝山现在我什么打算？听看呐！在这里吧，朋友。